专业的舞蹈团甲南投县政府合作，邀请当地退休的长辈做伙来演出，欢迎大家来欣赏这场由长辈共同参演的生命故事。 第一场表演的舞者是体能舞蹈团，为了这摆脑化三局，专工伫咧南投县找退休的士大人来演出。70岁左右的会所加一剧团，互人看到因的表演嘛是介专业。70岁的人还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。受到文化部补助的体能舞蹈团，这摆和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合作，会伫咧11月20日礼拜日下晡推出脑化三局的表演。会把他们这段期间呢，邀请这些老人家们他们来做工作坊训练的成果，会在我们演艺厅来做一个表演。这退休的士大人为了彩排，一直咧练习，虽忙辛苦，不过动作哪来哪溜了。这摆表演内容就是希望当互观众做伙来探讨脑化意义。